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上堂嘅時候，間中有同學問我 Manny，我需唔需要每次占卜前冥想，同副牌傾偈，或者擺副牌喺枕頭底，又或者必須要特定嘅儀式，例如用下鼠尾草占卜先會特別準呢？老實講，我20年前開始做占卜，我冇用任何儀式步驟，準確度都好高，所以我咁耐以嚟嘅學生呢都冇做任何儀式，準確度都係咁高喎。所以話信則有，不信則無。當然，其他占卜師如果相信嘅話，我覺得係會幫到佢哋嘅，因為心態影響結果。而冥想的確可以提高大家嘅靈性直覺，我鼓勵大家可以嘗試多啲。至於同副牌傾偈等等呢，我就覺得唔需要啦，否則將塔羅變成一個所謂嘅牌靈，可能唔覺意變咗通靈占卜。我冇用通靈做占卜㗎，因為風險比較高，我哋好難分辨好壞能量，有機會得不償失。我建議用問題技巧做事，同問卜者溝通交流，自然產生直覺感應，同埋做現況為主嘅占卜。問卜者可以了解自己同埋對象嘅心態，改善咗自己，就可以掌握自己嘅未來啦。所以亦係塔羅牌比起其他占卜工具最正嘅優點。純預測未來，只可被動等事情發生。記得追蹤我 Manny，下堂見。